家按三忙都该有，还有嘛个东西呢？嘛个东西按厉害，买到同学会口的啦。同学说的嘛个娘这个口娘，做进蛋头地那下欠红诶。哦，那没关系，我用心良苦。小牛大了。係米線木係用粘米做嘅，柴米米講過樣柴米啊哈，佢泡水下泡2-3點鐘就做得起。愛好還會雜糟嘅些係雜2點鐘就讓雜會糟。糟咧還會過程還凍到啊，因為燙下做斑馬，特別應該做斑馬就差燙差不多2度啊，燙過就係切好這樣做得用嘅螺絲嘅安係緊而擦，或者擦米線木。啊，你改過咧，你係愛健身方面那種焊壓式，呢一種係過程要下簡單下冷力下強啦。唔會講特別應該按用擦太幫馬擦咯，擦到嘅汗流滿落，你啲汗也係淹水的呀。講的那個笑話就唔是表揚的。特別應該過10天就嘛用老湯水洗，啊你下介少嘅口味，韓國一般像因為10點心樣老肉絲啲都通常當好食啦。姐姐，我愛吃米線木。什麼雞啊？米線木。你愛木呢？哦。啊，那個靜香老師可以哦。靜香老師。好，镇定。哎，怎么米啊？哎，我当然让你们今天来做米苔目啊。可是，没关系，要吃米苔目是不是？对。得经过我的考验喽。你们知道米苔目是用什么米做的吗？巴西米。玉米。错。再来米。再来米。好，那再来。那除了再来米以外，生活中还有什么样的米？红莱米。红莱米。还有什么？鲁鲁米。你是吃卤肉米长大的？还有没有？英文都用嘛个米，同學諗人哋都用米個東西做清講出來咧，根本就唔講嘅係米呀麼？連沙西米啦、哇沙米都講出來咧，同學啊，唔得咪聽天才咧。那再哦，那你们知道这些米怎麼去分辨嗎？我們不能只會吃，對不對？用眼睛看，眼睛看。用眼睛看，用嘴巴吃，用嘴巴吃。摸摸看，用摸。講到樣版本就冇佢用嘅米，同學講嘅都冇佢用嘅方法，到底哪種真有用呢？下好了一手，同學猜猜看，這裡面是什麼米？沙西米。小米酒。我們現在來揭開答案。什什麼米？這是什麼米？生米。就米呀。生米。生米煮成熟飯的生米。剛剛你們說了很多種米啊，什麼糯米啊，什麼蓬萊米啊，對不對？再來米啊，是不是什麼米？再來米。池上米。蓬萊米。我記住了，池上米，蓬萊米。好，我們看第二碗，這一碗什麼米？圓糯米。圓糯米。我們看第三碗，這個才是圓的。這是什麼米？圓好圓啊！這是老鼠吃的飼料吧？你就雞汁。你叫老鼠吃的，還是什麼米？你會後悔。好，我們看第四碗。長糯米。你在說什麼？有圓就有長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答對了。是長糯米嗎？長的。好長哦。好，同學，我們看了4碗米，你們覺得第一碗？吃上。再來米。靜香老師，我們到底要怎麼分辨這4碗米？答案都係一粒一粒泡泡嘅米，一下乃分得出來呢。因為韓啊詳細去研究下。像這個比較白色的糯米。那當然呢，你看長的我們就叫長糯米。等一下，好，我們來看一下。點。好，剛剛2碗都是
是糯米吧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什么米？短糯米，到底是圆还是短呢？胖糯米，什么糯米？圆糯米。好，最难的是这两碗等一下，哦。思欣姐姐，既然讲到糯米的话呢，他们两个有一个最共同的用途，都是糯米，吃。除了吃以外，看电影里面常会看到的。爆米花。打僵尸，对，那看到僵尸我们要怎样？丢它，看上去效果不错，好。咱公布两组米的身份，就开始搞起僵尸游戏了。还专心的嘞，还有2组米没解答呢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碗。第二碗是什么？红来米。男生呢？再来思米，欣姐姐，我就为大家揭晓这个答案是红来米。好，这种米啊，就是平常我们在吃饭，我们3餐在吃饭最常吃的米。就怪不得我觉得很面熟。对，有没有？第一碗是什么米？再来米。再来米，确定？再来。你干嘛要骗我？所以第一碗就是再来米。哇！也4种生发地度从头看得到的米，除了外表看起来无香用之外，还有乜嘅无香用嘅蔬菜呢？吃米其实最主要在摄取米里面的什么？糖类、葡萄糖、淀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吃了淀粉以外呢，才能够让各位同学像现在这么活泼，对不对？有能量。有能量，对。好，不同的米呢，里面呢淀粉的种类不太一样哦。老师，那我们要怎么样才会知道它里面的淀粉种类不一样呢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做几个好玩的小游戏，来教各位来判别什么样的米，好不好？好。金香老师，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分辨这4种米里面它的淀粉不同呢？好，来，首先来各位同学，我这边准备了4个盐钵。好，那我要请各位同学呢，分别呢把这些米磨碎。所以为什么要磨碎呢？因为磨碎的话呢，我们才能够让真正米粒里面的淀粉跑出来外面来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用碘酒来检验它。会变色。对，不同的淀粉遇到碘酒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哦。好，有没有同学自告奋勇要把这些米给磨碎呢？各位同学。同學兩日按辛苦嘅眼面應付之後啊，天天拿起筆咧，眼來眼去，奇怪，有冇有人眼唔會有呢？欣姐姐，这个要怎么磨才会比较快？其实磨这种硬的东西呢，有没有看到它是硬的嘛，对不对？米它没有煮的时候是硬的，那你要磨的时候，你就要这样子压住它，然后再转，这样子有没有看到？就你压下去的那瞬间，它就固定住，然后你一转它就会爆开来，所以就会比较好磨。这样子转，这样你会吗？要不要磨磨看？好啊。好，记得要压然后转哦，好不好？原來啊，眼米要見轉，就會卡腳地會留件眼水嘅。學到眼米嘅技巧之後，人家眼米睇水嘅速度就很那腳了。大家都磨好了，金小老师，接下来嘞？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玩一个更进阶的游戏。更进阶的游戏，好，什么呢？那我都準備好啦。講。好，接下來呢，我們要來做一個進階的遊戲。先生準備試幾次乾，我睇下老張眼好嘅試做米夾落去，撒下來，我做乜嘅咧？老師做好了。好，來，接下來我們請思妍姐姐幫我們把水加到裡面去。那你們知道為什麼要加水嗎？為什麼嘞？好，加水呢，加水的目的是要讓我們的粉末呢能夠彼此分開一點，而且呢也讓澱粉呢可以溶解在水裡面。好來，那你們可以用9598，加入加碼，漲價。好，接下來請你們把那個蓋子把它蓋上去，稍微搖晃一下。哇，是稍微還是？同學，打開人嘅眼睛，用盡人嘅能量，開始牛師傅發了。好，那接下來我們來同學把那個蓋子打開。啵啵啵啵啵。好，接下來我們要請思琴姐姐幫我們加碘酒咯。老師要加幾滴？一樣，加個3滴，來一樣。土打嘅刺乾地度，滴落3滴嘅藥落進去過後，哇！將藥冇加下，刺乾地度嘅東西，天天就變色了呢。
很明显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比较一下。哇，老师颜色变好深哦。对啊，像葡萄汁。可是糯米类的颜色有点类似哎，比较偏紫色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这个嘞，再来米。比较偏什么颜色？黑深一般来讲呢，糯米的支链淀粉比较多，所以遇到碘酒，它呈什么样的颜色？紫色，对不对？再来米呢，它会呈这样蓝黑色嘞，是因为它里面几乎都是直链淀粉。淀粉係動到嘅葡萄糖分子連結出來嘅，因為葡萄糖嘅連結方式冇共樣，所以會形成直鏈澱粉、然後側鏈澱粉。有了進去跌落澱粉底度，有了進去底度嘅澱粉質，然後3點抽離子，會讓澱粉結合做碘澱粉複合物。直鏈澱粉、然後側鏈澱粉，因為結構冇共樣，所以結合過後啊，成味會冇共樣哦。菜類米較多直鏈澱粉，所以食起來較 Q。糯米嘅直鏈澱粉較多，所以食起來就會較黏溜。太黏、太 Q 都不是很好，哎，对，混在一起。那介于有点黏又不是很 Q 的，就是什么米？红白米。所以我们3餐都以它为我们的主食。金霞老师，我们现在都知道这4种米它们的淀粉不同，可是我们的米细末呢？对啊。不要紧张，我们接下来呢要把这4种米呢，我们来做做看，这4种米呢到底做出来的米苔目长怎样？哦。同学猜猜看，哪一种米最适合做米细末？糯米。还有糯米呀，这4种米。红白米。红白米、长糯米。同學嘅答案都冇共樣，到底乜嘅米就係做米糍秣最好嘅原料咧？大家都很想吃米苔目，什么？哎，在吃米苔目之前，不对，应该是说在做之前，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。这4种米呢，我们都要拿来泡水泡3个小时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它们哪一种米的吸水力最强？先生講啊，種好米嘅40比例，如加鹽水來，還記得做米糍秣嘅米，要浸3點鐘嘅水冇啊？嘛解啊？NQ 用要浸3點鐘嘅米哦。3个小时有点久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来玩游戏好不好？好。会不会玩？玩什么？我还没说玩什么，你就不会。我会玩磨米拳。磨米拳。磨米拳。不会嘛？会不会？你示范。其实我也不太会，老师，我知道你一定会，快点示范。示范。好，其实偷偷告诉你个秘密，磨米拳呢是子安教我的。示范。首先呢，双脚要先站跟肩膀一样宽，手微微放在胸部这边，夹紧，然后开始。来，同学，我们要跟着做啊！来，夹紧，好紧张哦。One, 3，鲁米米哦。不对了，是磨。OK， 1、2、3，鲁米米哦。你们不觉得这边有点窄吗？我们换到大一点地方玩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到前面那边，走，就要开始喽。好，再来米先哦，再来米就是我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米磨，再来米。金香老
辛苦是有代价的哦。我们准备去看结果，去做米苔目喽。经过了3个小时漫长的等待，终于可以观察它到底有没有变化。同学，哪一杯水仙草？这个。这个。用看解唔准，是上枪会用纱布流水沥出来，比较看啊，马上存在水最少，就会最会失水嘅米了。我们先观察看看泡水前的米跟泡水后的米来膨胀了。那为什么它会膨胀呢？因为水被水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比较哦，哪一种米吸的水最多？哪一杯？你们觉得哪一杯？第二杯。嘿，第二杯是我们的什么米？再来米。那表示煮饭之前，无用用嘅米加嘅水无用多，係因為無用種嘅米失水量咪無用哦。思琪姐姐，你拿针筒要干嘛？刚才我们玩摸米圈，大家都很累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要干嘛用。小老师，这到底是要来做什么用的呢？好，我们用针筒是要来做米苔目的。米苔目。冇計啊，用朱砂工做米糍目個。先生講啊，老米打到半中，流水吸唔出來，變做板車過後，就做得地基一樣嘅做了。先生，會做好咧。好，现在我们4种米都已经磨好，也把水挤干了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做米苔目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来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4种米呢，哪一个最適合做米苔目？我看哪種米漿做得做米糍目嘅方法就係啊，老張做好嘅板車，然後它有半公嘅料，用於朱砂工地度，再過老嗰嘢夾起來，大家就做得開始吃了。唔過用會擠唔出來哈。真的有这么难吗？超難。我試試看。來，哪一個最難？我看這個白米。就跟你說中午要吃飯，對不對？我們吃得多的嘞。哎，他幾字嘞？要吃飯哦。欺骗。好，我承認其實是我沒吃飯。好難記哦。哎，為什麼你擠那麼輕鬆啊？還在寫字。很好擠嗎？借我一下。借一下嘛。反正我還沒寫完。他拒絕。原來，这个比较对，你可以写你的名字啊。不要嘞，谁要跟你一样？真的比较好挤耶。金香老师，这个是什么米？再来米。再来米。再来米会比较好挤。哎，糯米跟再来米含的淀粉种类怎么样？不一样。对，一个直链淀粉比较多，一个支链淀粉比较多，所以就造成它的挤压性质不一样啦。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做米细蒙。哦，米细蒙，我们来喽！欢迎来到诗婷姐姐烹饪教室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妈妈吧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客家美食是米细蒙，大家一定不想吃吧？是不是？不是。那刚刚哪来的妈妈？妈妈在哪？姐姐。看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做米细蒙喽。做米细蒙之前，老师我们要先做什么？哎，我们要先做板母。板母是什么？板母，对，我们会用板母再来里面搅拌，然后让它混在一起之后，就可以做米细蒙，它才会有那種韧性在里面。做板麻之前，還會先用菜糯米做較大地的板車，按樣做出來嘅米糍目，將拉本太假色啦。好，现在开始做板母，请一个同学，子安同学，来帮我开一下瓦斯。好，现在我们等水滚。为什么要煮开水啊？因为呢，我们要放这个之前要做板母，对不对？我们必须把这一块煮熟。板麻不用落滾水底度煮，表面嘅澱粉因為煮到熟，變到有粘性。
过后再讲拿来老热菜来米班车，安样张做的本来唔会让个班车让向好，接下来就会将司机阿姐带地向下来做米奇木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，因为它是一整块，怕它会没有办法粘在板母上面，所以要把它捏碎。同学们，这家有没有帮爸妈做家事？有。这很多回家会不会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们可以做米心吗？我会做，我可以教你。”会想吃吧？啊，他不敢吃。现场的男性们，你们不觉得我很辛苦吗？快过来帮我，2位。好，来了。我的。快，等着吃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把它分成2块，一人1块。好。加油！加油！谢谢。经过现场两位温柔的师奶同学听数，班车当接住起好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谢谢。老师，我们的板已经做好喽。哇，好棒哦！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米团要来把它挤压成米细木喽。哦，这样真的我来做吗？对。身上准备的太细细的朱砂讲，阮同学做得挤出粗有毛球样的米奇木。有个同学啊，还拿剪刀做的夹子孔，一摆做得挤出夹条呢。等太个嘎拉波都吃好过后啊，应该米奇木就做得走进几多波的喽。加油！人工把它断掉，人工断，还有人工啊！哇，做好了！做起留起来，经过冷水过后啊，又香又 Q 的自家做的朱砂贡米奇木就做好了。根本有好多无办嘛，系无办法做米奇木嘅。没了解到，按样板本出从头看得到嘅米，还有啊，米嘅口感无香样，系因为天分嘅种类无香样。最重要嘅系啊，应该米奇木做好咧，会靠脚就会意思。有哈嘎高好好，米奇木好然后下面接。你觉得我技术有这么差吗？我这米模玩鲁鲁米模，鲁鲁米模玩艾米模，干嘛？